华视在地新闻，长期关怀着偏乡学校的校园幸福列车，今仔日来到婚林四湖的沙仑国小，为这小朋友做好食鸡卵糕，让这囡仔感受到来自社会温暖。希望这囡仔后摆大汉，嘛会当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 潘公公的鸡卵糕，好囡仔食甲真欢喜。长期关心偏乡学校的校园幸福列车，今日驶到四湖，为囡仔做好食鸡卵糕，加上加菜金，校方表示真感谢。他长期关注我们这样的一个学生，我们希望学生未来长大之后，他如果有能力，也能够去回馈给社会。 成立3年外的校园幸福列车已经拜访过差不多60几个中南部的偏乡学校。创办人是表示讲，其他活动会使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以外，更希望讲囡仔会使感受到来自社会温暖。除了关心小朋友以外，最主要是要告诉小朋友，如果将来长大以后有能力了，要回馈社会啊，做善事、做公益。 不一定是企业家或是有钱人，像我们的团队都是一般的工人或是老师退休下来的。期待这囡仔日后有能力的时，嘛使奉献家己的力量来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。